渐渐过去，春风又柳开啼。泥头暖暖，河水清清，容呀未满天碧。山芒大表四天刚润，地飞银线脱离。祈求天公慈心保佑，风俗平安顺心。歹势，我有事情要请你小教。乜嘅事情？我嘅各种嘅事情上楼去参详啊咧。哦，好，等下啦。啊，子世。坐好，坐吧。过来。老二不会，打忘吧。报告营长，什么事啊？有2位老百姓要找营长。进来。江老先生，原来是你啊！美军的事情我都已经帮你处理好了，你们有什么事啊？太爷，我是来老你参详，我本营没输嘅米，做得方爱不？他说他想要回他的米。江老先生，本少校接收关山以来，已经有不少庄头老百姓要来要求退回征收米粮，但都已经被我打回票了。总管讲冇可能。咩？太爷，这米是俺老阿斗的天数，政府本你本营没输，啊，你要事情解决的，就做得方爱啊。他说他的米是帮助美军，才被日本人没收。那也不行啊！根据接收法令，日本政府留下财产，都将会转回国民政府的财产。做唔得，係國民政府嘅財產嚟。太爷，而家政府没有条新的规定，这本营非法没收的，是做得完转来啊。你还在啰嗦什么？没收就没收了，我也没办法啊。太爷，啊，我实在是，我田后嘅活都死呛呛的，你还唔办本爱，我是没办法耕田呐。他說沒那些米就沒辦法種田了。好，那些米在哪里？在倉庫。仓库。好，走一趟。是，等下咯。预
李总，我跟谁？哟，情况怎么样啊？包营长正抓紧时间清点。怎么还没清点啊？不是早叫你造册了吗？报告营长，实际接收数量跟日本鬼子给我们的清册出入很大，所以不敢造册。有什么不敢造册的？你以为日本鬼只会老老实实把东西交给我们吗？有多少算多少，赶快造册！报册。大米在哪？包营长，后面那边都是。沈长江，哟，带老姜进去看看有没有他们家的米。报事，听下了。文爸，听见？小亮，别跑！来来来，俺不看个米，请多来，请多来，来俺不看个米，太爷，请多来。包营长，他说这些米是他们家的。嘿，嘿，打开来看看。是。好米，我走南闯北还没有看过这么好的米。这是日本先生教我种出来的，一定嘅好米。包营长，他说是日本人叫他种出最好的米。还提日本人，老姜啊，你真他妈的彻底被奴化了。跟他讲，以后想要过好日子，不要开口闭口就说日本人。是。你喺度四路八乡，警告不准讲日本人的好话，喺某处当中，出嚟关起来。人哋要唔係咁樣對日本講呢？係5年老人能接替咧呢？唔能欺負人呢？日本人咪欺負人。唔講嘛，講嘛噶，乜人欺負你一定。文爸，少講兩句。怎么了？吵什么？包营长，没什么，他们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就好。现在都已经是国民政府了，都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不要老是开口闭口日本人。切！哎，问一下他们，能不能证明这几包米是他们的？是。因為證明幾條米係唔對嘅，阮欺負住小豬就啲啊！韓國日本人唔啲事係嘛？文爸，算咧，人來轉。太爺，是你啦。怎么样？证明不了了吧？報告是。国军接收就是国军的财产，还想要回去？做梦！王干神，有。把这几包米拉回我家去。是。上来呀！阿爸，饭饭凉了呢。唉，国总呢？唔是上啦，拖唔轉啦咧。經日本政府做阿難挨咧，而家個唐山政府hand卡切咯。但係呢，我有辦講咯。阿爸，應該向雲泰攞連空下去啊！雲泰去咪強用啦，拖唔轉來啦。冇辦法，喺3年出面處理那麼嘅事情唔好啦。唔好做乜嘅？人來種種，表也種的。記出代表唔種嘅米好聽聽啊！表很多年嘞，唔怕啦。以前嘅廣容冇聽錯，所以呢下嘅麻煩。唉，
抓来接收的唐山政府，让对你台湾人误会案情，关的落去，来看咯，袂出大事情。文姐，德英，那你才来？早到。今天我们吴所长亲自在这边查户口。哦，德英，来一起，来一起。德英，对不对？对不对？文收又醒来了。哦。你问他这住几个人啊3个。那另外那2个呢？你另外迄2个呢？啊，会上班啊？那先查他吧。啊，是。你户口伫倒位啊？台东，台东哦，台东倒位啊？关山啊，啊，你厝里是做啥？正常诶。调查完毕。他老实人一个。来，我先来照。好。坐下，孙强。温迪，是谁啊？哦，他店里面的。登记了没有？还没。为什么不登记？那无登记。你要回国啊？他要回国了。啊？外国人啊？外国人没登记可不行啊！带回去派出所。文迪啊，外国人无登记，爱调咱去派出所关啊。德英，妈呀，你不登记啊？好了，罚金缴了就算了，要记住啊，叫他赶快回去，别再让我看到了。哎，弟弟啊，赶紧登记啊。哦，我知啦。坐下，孙强，孙强，明天再过来接哦。进去，进去。刘哥，刘哥，我落来了啊！给我进去坐。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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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跪下！刘哥，刘哥，我落来了啊！给我进去坐。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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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跪下！立正！等等！等等！把这两人带走，一个人带走。起来！起来！走！汉奸，走狗，倭光路。太爷，俺老奶奶多台放马去吹呢。报告院长，他问他们犯了什么罪？你们妇女啊，因为我不还给你们道理，
所以心生不满，在稻米里面下毒，试图毒杀国军。唔对，你米地度병土。啊，米地图不用吐，哪有可能？哎呦，俺这老天家长也冇可能做那个事啊！你妈的真气啊！报告院长，他们要证据。这就是证据。大爷，那是日本政府本来嘅奖赏，以为俺米种的好啊。报告院长，他说这个是日本政府奖励他的。哟，你不是说你不是汉奸吗？你没有效忠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会给你奖励。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啊？鬼子的奖励，呸！不要脸！报院长，黄议员带人来澄清。怎么又来澄清？王干生，把他们两个关起来。是，走！哎哎哎！高大人，唔好要给政府用暗网帮了。喊什么喊？再喊我就毙了你们！快点啊！发生什么事情了？阿爸老文爸不认做迄个啦。你有没有暗用了？唐山兵兵役不明，还爱有书，有咩暗唔讲理？你说拢无个办法叫急着么？哎呀，佢阿爸都在烦恼麻醉咯。嘛，甲种无讲呢，惊到主人你不能送去总统拿走了啊！一种囧冲天，算嘛开吹呢？好啦，姨啊，无希望挨落去大摊看啦。你睇讲，我能去阿姨吗？今日唔是去啦，命跳到伊身人，趁宵夜在田地，因为到这去就要捡啦，还迄个死田啦。好，爱弟的。姨啊，跟挨落去咯，吼。唔好按鲁夫，有事情转来商量。弟啦，赵家勇，俺要去的。你阿爸，你又无犯太岁，你是娘要暗查，喊哪代呢？安太岁，无安太的物件，我从山边，事情上太掉了。卖得啦！捌来过平安呀？唔捌，骗哦，唔捌。哎，用个啥？阿妈去问看卖啊，无变啦。你干啦？你去啦？我办去啦。你在太妹咩？来太妹来太妹，这无胆的你。干什么？拢人去内底啦，无出来，我真晦气，歹啊！你处理了哈，我给你处理。跟用个啥啦？哦，我穿西装看真有派头呢，敢真面生呢。你莫好小了嘛，你就说是也做生意的本钱呐，有钱无钱呐，迄肯就地啦。行啦行啦，伊哪啦？惊啦！做唔得啦，跟你聪明落老会话啲地步，做唔得啦。
啊，你了解好哟，你我你该救药啦。我等一个所在哦，长双定去，你去有消息，来看人看卖，行啦，好行啦。哎呦，俩地方的合时合节，十分难挨啦。对俺无，我一定爱做下辛苦啊。唔怕啦。总讲吼，哎，来也唔变啦。我安尼讲啊，有点伤。记条总嘛去讲缘着你咪伫拄病痛。嘿啊，真奇怪，缘着个咪是变做谷虫，变做谷虫个咪，青都是粗扑。个粗扑就唔好说啦，因为唔会缘着唔错。嘿啊。眼睛滴了，伊也天做清秀，莫眼睛写新的做呐，眼睛点么个比呢，做得嘛好。点啊，24毛的状态。来，想办法。阿明哥。阿明哥，我做的老你家治老病嘛？纸啦，我上写信的治老病。阿明哥，拜托啊！别吵了，坐下。上写信的治老病。阿明哥，拜托啊！别吵了，坐下。蔡老板来了啊！照顾一下，快点啊，小姐。蔡老板你好，好玩好玩。行啊，唔怕。哦，你查甫人你惊啥？行啦，行啊。头家，行。发财，祝老乡啊，是吧？干了。咱两家子吼，他这菜单吼小看者，看有介意酒菜，我先来甲恁点。哦，对对哦。有没有？看人不知，测。唔配啦，给人看介细母的做到安尼。嘿，吉宝啦！喂，妈来做嘛啦？唔系，你警方叫吉宝，旗袍啦。旗袍，款式有看过啦，可是无看过，足比
天就看得到呢。你隔壁咧，莫按地沟啦。你无看来这拢有钱的哦，讲我较优秀，莫错咯。天叔啊，佢喺唔吐牙，大摊小食，唔吐牙掠做嘛啦？唔使唔着急啊，你睇钱无？啊？你睇钱无？哦，有啦，有无？来啊！啊，看门店。啊你知唔知啊？也迄个阿婶啥要使？啊？猜啦，猜。猜啦！你冇看到我阿婶的？条个这两行啊，这两行。好，啊这灌一灌，这灌一灌。好，你说自己哈。感谢。陈老板啊，对，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再过来好不好？干嘛？等你。嘿，我感觉真面生呢，你敢捌见过面啊？我嘛感觉你足面熟的。我叫坤成啊，姓陈啊，台东人。哦，我叫陈文彪，我嘛台东人呢。这拄好，我龙校的啊。是啊，我嘛台东龙校的啊。无讲我敢要看过你。先摆，这。台东校的啦。对。哦，你个英泰兄啦，我叫阿泰国啦，咱这大地主的囝婿。哦，大地主啊，英泰啊，六。来，走了啊。是，多谢。先摆，看。来，我点。来，六。先摆，我头听你讲北京话讲你都滚的吼，什么滚？北京话啦，真好讲啦。哦，嘿，无啦，我落长山倒过来面啦，讲好了就回来。安尼啊？这拢长山来啊？对啦，因拢咧台北做生意，来这趁钱差啊。对，我过去来写做者，吼。全手做生意的。应该遐敢若无介意生意啦？无啦，这你来台湾的长山人，唔像讲甲派来的吗？无得靠啦。安尼讲，你唔是来讲假？敢有？哦，是啦。吼，看起来应该遐敢若拄到什么困难呀？你哪会知？我著伫咧社会上走跳啦吼。一寡咱台湾人的问题吼，拢我咧甲处理的。什么国民政府接受咱台湾，话语也袂通，甲咱当作汉奸呢，出足侪问题哦。若是安尼讲起来，若是拄着麻烦，是要……哦，这哦，这看问题大细啦。若细条的，咱就找人去讲一下，开寡钱。若大条的哦，这就要用人事啊。这钱哦，可能要加开挂。安尼讲起来就拢钱嘛，对无？对啦，你捌听过有钱使鬼会下无？先摆。来，你拢叫阿七啊？哦。用咩多呀？手底下做乜噶？19，哪个时间？还去19？落去啦！落去啦！我19用用啊？我19会为了救人的嘛？19救人，碰死！我有硕士以上，你讲，你做了救阿爸的文法啊？唔讲，乜人做得救你阿爸老文法？
伊啊，迄样用hin啊，佮有迄3年吼，伊讲其迄问题调派互交去宣派，有属实变个样，第8个人工作得连续9年诶。你根本无就迄老奇强啊，喝酒哦。越南那面讲事情，伊就是挺有模样诶。伊讲吼，天公日做个突然去变个样看阿爸，毋过就迄学诶，所以我嘛改啦。我伊说个钱做所费啊。因为是钱哦。根又唔是事钱的，官员全就爱钱嘅，做就老爸讲，迄唔通来嘅，结果咩都按用现不成关起来嘛。呀，你知道了？老爷3年说是伊救的。无去救啦。唔用要做得凊彩相信骗人咯。好得啦，你阿爸老文化冇用的。哦，伊啊，佢本人做到变个样嘅人啦，佢才哥呢。运太，说就做，佢迄是民族的，过来坐啦。还有啊。我还有听人讲啊，佮边个哦大人哦，佮大多虽然讲外表看起来全就模样，其实内向啊，吼内向厉害，你知无？听你叫配，阿爸有下信来转来，讲记着冇事情啦。阿爸有下信来转来。嘿啦，阿边个送来啦。佢要讲，佢要冇事啊。冇事啊。文化嘛讲人，手本人管得拢的吼，伊晓会用的讲人啊，就算去举洋头国中，也迄难免人会做的事情。本嘛讲人的身份人去做，小嘛该。通话咩？都讲莫停电来，啊？你看，你阿嘴啊，定系识句。你有冇嘅好笑呀？你这样笑我，你本事就被人关起来，一下同上政府来，有啲料。你种唔定你身体哪会好？人哋会客家人，啊？客家人就硬頸咩？越管越硬頸。今日係唔會啊？係咩行業啊？係咪嘢管嘢硬頸？相當於出世嘅時節，嘅喪家下母，嘅老人家是講，阿母誒富貴命哦，下擺哦要做太師，要做乜嘅太師？你係妹誒，係來嘅時候咧。實在都冇想到，我哋呀乾脆呀，聽喺身邊嘅
迄冇诶，迄免意来哦。阿爸真叫阮爱唔好咧，伊别来会游泳。大家紧诶，要开市啊啦！啊，哎，来哦，吃冰啊，哎，还没来？后边那边有拖高啊！系啊！拖高啊！我看伊拖背起拖高啊！啊，咪再咱行。哎，唔食冰啊，开始有交代咧，啊！较紧，吼，人家那边礼拜啊。好，我知。人客来坐哦。哎，你在什么？毛。手按不漏夫的弄子弄弄诶。啊，无呢啦，行个新鲜白，等唔下阿爸来问话子，困难人哦，前个事情较好讲，还好无？这就抢神派大天数啦，啊，礼拜哦，一定为老面子涨多准来。啊好啦，无问题啦，行啦。好。文华，你通通那边做草蜢的嘛？我想有人来讨假的船叫的。啊？听说也着边的啦，老中方的假的船叫的实体，也着边的，伊倒来是倒来。啊，爱弟嘞！听说也着边的啦，老中方的假的船叫的实体，也着边的吼，伊倒来是倒来。啊，爱弟嘞！哎，免着个民族问题，掠着边的，哎，该育教育，老店腔下说，该叫上客，佮姓氏要总督个啊！哎。按总统以前啊，佮阿公要拄到同样嘅事情啊。你目的不考冇是重要啊。阿明哥，我昨天请你睇现来冇？哎，请你睇现来做得冇？我老二讲法。阿邊個？喺佢夾來啊！係啊。领導，怎么样？找什么事啊？外地边的总话要总统咧，系人系个面无关系。哎，人系个面无关系。鸡狗同时是制毒的来源，跟米饭没有关系。你还鬼扯什么啊？我走南闯北带兵那么久，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大人，还有。鸡屎白可解毒。张江，哟，什么是鸡屎白啊？报营长，鸡屎白就鸡大便。混蛋，敢让国际吃大便！张江，哟，明天一大早让他们两个给我跪在义军门口示众。是。欢迎，来这些。来这些。真的不错哦，就他了，赶快把酒送上来啊！好，请我来吧。师姑啦，你老别来，点搞好啊？我知啦。哎，麦克，来这些。有姑娘没有？有。多找几个。好，快点。好，姐，听传起来。这样，
那侬长山来？来过了哥都不会上，什么玩意儿嘛？滚！给我找一个会上的来。师傅啦，什么代志？你甲我拍啦！是安怎啊？我唔知。哎，文鼎，什么代志啊？你去倒啊？长山来，人客有到后边来啊？好啦，你免紧张啦，我已经去找三个讲长山话查某囡仔转来，我来处理就好啦。行。老板，这包多少钱？1块。别吵！别吵！别吵！不要吵，站起来再说，先站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跟他拿包烟，说等我发奖再给钱，这样不行啊。那人家老板有同意这样做吗？我没有听清楚啊。下次不要再犯了，快走。喂，爱钱还袂给我呀？啊啦，安尼呐。大英，你偷点物件，要来派出所。是甲你什么地带？有拢已处理好啊啦。好啊，无代志紧转去啊。安尼啊。哎，你怎么还不走啊？还是你想到派出所喝茶？那什么都拿不法，我们上吊了，要救你啦！他认真的啦，他认真的啦。对了，他认真的啦。我看因这吼，袂抬头啦。我是安尼讲啦。啊，我都听讲吼，咱台湾人跟这动画兵吼，定来冤家啦，啊，拢带人个遮乱。我看因这吼，大家架构，会惊咱的啦。真正啊，真正袂抬头。要抬头嘛，就要定罪。啊，目前为止，敢若听讲食恁的米中毒，啊，无死人啊。啊，就算讲要判刑啦，嘛袂判死刑。啊，谁知啦？因长山人反逼吧，谁知伊会安怎啦？安啦，我有办法解决。我是要救啦。那行来讲啦，行啦，行啦。我发鸡。少女、奥様。あら、こんなに早く戻ってきて、水道の蛇口を直してくれる人は見つかったのかい？いいえ、まだ。通りに出たら、広報生とミガさんが合格の門に縛り付けられていて。どうしてそんなことに？広報生とフミガさんが毒入りのご飯を平成に食べさせたと。飯に毒を入れる？誰がそんなことするんだ？それにその毒一体どっから持ってくるってんだ？この辺りじゃ田んぼにまだ農薬もまいてないっていうのに。少女2人を助けてください。私自身この身が危ないんだ。ここへ接収に来た連中は癖の悪いやつばっかりだ。
あんだけしっかりと明細を台帳に記載してあるのに物品がどんどんなくなっていく。敗戦国の国民はこのまま座して罰の下るのを待つのみなのか。どうしましょう。おじさんは補正をしていい。だから裏切り者扱いされているに違いありません。その通りだろう。そうだ、おじさんと親しい人を探して保釈しても。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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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補生を知っている有力者を探して助けてもらおう。この辺りで一番力があるのは江議員だ。江議員は以前省の議員をしていたから、だから候補生のことも知ってるはずだ。派出所の近所に住んでいる江議員ですか？すぐにおばさんに話してきます。よろしいですか？構わないわ。私たちはうちにいます。安心してちょうだい。はい。老的失苦，本人欺负就算了，连万港人的身份证也本人抬到学校面前，今日会做人啊！呀，莫想咁多啦。变态，你唔讲办法係？哎呦，前人嘅就講嘅咩？見就唔信，今日田書第二篇，問就唔記咩？干什么？我是这个学校老师，上面派我先过来看一下。伊就係9M不開拍先生，北京話伫倒位注冊啊？要学北京话，欢迎欢迎欢迎。你的痣很漂亮。沈文华，你要买什么水果？要買什麼水果？叫做鹽水蟹啊！佢真冇鹽嘅各種哦，即刻結束。假是你死來，南邊嗰條黃魚。姜文德，你最好给我小心点，不然我一定弄死你！リベリー君や、身分が違うのは分かってる。愛人でもいい。そばに置いてくれたらもうわがまま言わない。食材嘛無搭台，菜有配有強下來去好把膠水，你下個嘛來強下掉鬧嘢，樹後那裡mặc住條線亮臉落肚，你條樣扮辣，對愛強樣無法度，天公觀眾摸。sen này đi theo vụ con nhắm trong lao ngày gieo leo gió bốc khai lù thì tháng hai con thơ đêm phong đêm phao trà sẽ bao ya ame ha đi dô ha mô khăn chi ra nhẹ con sẽ nên nhạc vô đồ voi lâu theo xeo ha ha thì tháng hai con thơ đêm phong đêm phao trà sẽ bao ya chi ra nhẹ gòn con sẽ nên vô đồ voi lâu theo xeo hà